耶稣是上帝完全的恩典，甲疼痛大我的见证。伊互耶和华人食饱，看病得到医好，失眠的搁看见，互列撒罗对死搁活。这新约就正做见证，耶稣是弥赛亚的记号，是上帝拣选加册骗到第世间的主。济人亲目看到这新约，大声喊讲：好山啊，奉主的名来去为，应该受称赞。Hosanna,